打发怀是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伟老师。哎呀，今天不教英文，今天教客家话。我想要学摄影，哪儿有的学呢？来跟我念哦。我想愛學翕相，乃為有好學。我就是我，想愛就是想要，學就是學，學翕相，咔嚓咔嚓照相，翕相就是摄影，乃為有好學。哪里有得学呢？乃為就是 where 哪里？乃為有好學。他說哦，想學攝影是吧？學翕相希望去沙高館，沙高館就是社教館。到社教館，某就就是要不然，某就去，要不然就去文化中心，文化中心，要不然就到文化中心哦。哦，这样子哦，我知嘞，我知道了，来跟我念一次来，嘴巴张开来，我知嘞。对了，念得很好，按字 C。我们来听特别来宾开口讲客家话哦。我想要學翕相，乃為有好學呢？哦，翕相的無，你先去沙高館啊，來講文化中心啊，無伊都潛嚟學未？哎呦，唔該喲。我係專家嘅。啊，你哦，按字 C，按字 C。哎，我们来句型代换好不好？我想要学英文，哪儿有的学呢？来客家话讲给我听。我想愛學英文，乃為有好學。对了，很好。我想要学画画，哪里有的学呢？我想愛學畫圖，乃為有好學。哎，很好，按字 C 哦，拜拜。